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彰化一個59歲公所退休的課長，初十迄天，家己一個人到南投信義鄉爬西巒大山。當天暗時，伊傳訊息給太太，講發生着山難，隨後就失去着聯絡。家屬是心肝火燒，非常的着急，請大家鬥相共，拜託這兩天有出入着山區的民眾，會當提供關鍵的線索。3月初10，敢是去翕到危險查甫人出門的最後身影。伊穿藍色的外衫，佮有沙色的長褲，扎烏色的攀影，佮底帽啊。家己一個人為彰化到南投爬西巒大山，一透早5點半到登山口，到下晡厝內人煞佮伊聯絡袂到，煞佇咧暗時8點外收到危險查甫人的求信息。他到8點多的時候傳簡訊給我大嫂，發生山難，幫我通報救援西巒大山，他就沒有訊息。消防隊派搜救人員發現危險查甫人當時騎的黃牌機車停佇咧登山口，不過進入山區找一段時間，關單無發現伊的行蹤。大家話攏咧關心嘛，唔知後事會安怎啊？他快點回來吧。希望他趕快回來。當然啦，他那麼好的人。對。根據了解，危險查甫人今年59歲，是一個退休的公務員，正經佇咧彰化員林市公所捌做過財政科長。退休了後，甲伊騎機車四界爬山。失聯的消息傳出，真正的同事嘛攏來到關心，希望伊會當量早平安回來。共26名6車前往，持續全力進行搜救救援。消防隊繼續救援行動，危險查甫人的厝內人嘛公開鋪上網對外來求助，希望這兩天捌出入山區的民眾會當提供關鍵的線索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